南丁國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，目的係致力於研發全球嘅健康餅食。香港常見嘅隱形殺手包括糖尿病啦，會引發心臟病、糖尿腳、腎衰竭、視網膜脫落；高血壓導致中風、積聚宿便、減低免疫力。我哋同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學院共同研發咗一款新產品，係可以控制血糖嘅餅食，叫做麥椰花海葡萄曲奇。主要成分有燕麥啦、椰子花糖同埋珍貴嘅海葡萄。佢嘅功效非常之多，可以穩定血糖，亦都可以穩定血壓，幫助排便，提高我哋嘅免疫力。而呢啲嘅效果亦都係得到香港醫護學會臨床測試嘅認證㗎。冇鈉同冇重金屬嘅海葡萄，而且用低溫長時間烘焙，減少致癌物嘅產生。產品喺香港獲得多個嘅專業認證，而家喺 AI program 入邊亦都可以揾到燕麥加海葡萄係有穩定血糖等等嘅功效㗎。而家我哋嘅產品喺線上線下都有得賣啦，之後陸陸續續會有更多嘅銷售點。而家就快啲聯絡我哋啦，可以透過電話、WhatsApp 或者 email， 到時我哋會專人聯絡你㗎。記住，like埋我哋嘅 Facebook 就可以知道我哋最新嘅消息㗎啦。